南投的草屯图书馆最近邀请到画家陆素华来举办着工笔彩墨的展览，以荷花为主题，呈现着多样的风采，嘛传达对自然甲生命的体悟，这个创作真精彩哦。 陆素华老师自细汉就真介大自然，伫开始画图了后，嘛甲无同的景色转换做家己的能量，呈现出过去创作无同的风貌。这一幅画我用传统工笔方式结合现代水墨，他用的方式比较不一样，就是说我这个是用那个塑胶方面的，就是不同媒材下去拓的。 为了推广欣赏艺文的风气，草屯镇立图书馆举办多元丰富的展览，以花蕊做主题，呈现多样的风采。我相信呢，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啊！陆老师的功力以及画画的这个可以造诣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入哈。陆素华老师捌摕到玉山美展、大洋美展等等的大奖。 透过伊的作品，嘛会使感受到大自然的水。登记到正月15，嘛欢迎乡亲做伙去欣赏。